咱若是结出果子，咱对上帝的恳求甲祈祷，也对上帝来得到回应，并且会当愈来愈经验上帝的信息伊的同在，咱就会伫咱的活命内底愈来愈坚固。所以，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互咱的晓得听主、听咱的兄弟姊妹，并且是听惜咱的同事朋友。安尼，咱的活命会当伫圣灵的引带内底来结果子，也因为咱甲上帝相同行，结出迄款谦卑、柔顺的果子，咱的祈祷就会得到上帝引带，咱会当伫属灵这条道路、信仰这条道路，愈来愈有上帝国的关联。所以，咱三甲做伙开声来感谢上帝，也恳求圣灵继续引带咱伫信仰的路上满有伊能力的同在。同齐开声来恳求，请。哈利路亚！圣哉，圣哉！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顶礼拜你安尼引带阮经过一礼拜的平安。伫上帝你赐恩的日子，阮今日搁再一届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啊，是你应允阮，阮若是有即款伫生活内底对主行、谦卑的行，主啊，你甲阮讲，阮伫德行的顶面来忠进，阮伫听兄弟的话命来忠进，搁会晓得来听正人。上帝，你应允阮，阮的能力会对你愈来愈强盛起来。所以主，恳求你继续引带我，伫软弱的时阵，会通有上帝你能力的加添，伫你关灵的同在内面，主，阮对你来行。你是上帝，是活命的主，你伫一切的事上扶持阮、帮助阮，互阮伫主你的内面满有能力，满有你关灵的同在。主啊，这是你的教诲，你的正义路。互阮对着定定做礼拜，主，阮会当突破，互阮是愈来愈会晓得怎样去疼惜阮的厝边头尾，互阮迄个心内的力量勇健起来。上帝，互阮除了照顾家己、照顾会好以外，阮实在是会晓得。真正来疼惜照顾阮身边的兄弟姊妹，主啊，帮助阮信仰，毋是干那顾着我家己，乃是互我亲像基督同款，会晓去听，甚至是会晓去牺牲。主啊，帮助阮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更加合乎主你心意的境界。互阮是愈来愈亲像疼惜阮的主耶稣，救赎阮的主上帝，主来帮助阮，互阮的活命毋是停留伫安尼尔，乃是互阮亲像基督同款，看到基督的样相，阮就来学习基督的款式。主，恳求你引带阮，加添阮的心神溃烂，互阮突破阮现在的款式，互阮进入基督的完全。主啊，阮向你恳求这个稳定，恳求这个稳定，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请保元兄来报告。兄弟姊妹平安。伫聚会进前，我来做小一个报告。第一，本周是年度的父亲节，今仔教会庇有礼物要来赠送所有已经结婚的兄弟，祝福各位爸爸大家身心灵强盛，家庭蒙福。第二，咱感谢着后小雅、师母，甲这个就是东京中华基督教会。今仔日伊伫本会要来分享着这个信息，感谢上帝祝福留徛为传道甲乡雅师母，伊家伫日本的生活满有上帝的看顾甲稳定，侍奉得主的同在甲祝福。
第三，今仔日儿童主日学伫5楼要来举行父亲节特别的聚会，敬请兄姐一同来大道关心，愿上帝兴起每一个父亲，成做家庭属灵的领袖甲领袖。第四，今仔日8月初4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着8月份定期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第五，8月初6至8月初9，就是拜二至拜5，世界圣教会联名青年大会伫亚洲大学要来举行。少尉传道夫妇将前往参与侍奉，请为着营会兴盛甲平安大道。第六，8月初10，就是礼拜六下午2点半，伫本会1楼上青团契要来举办着专题讲座，莅临居家的安全，要邀请到 YMCA 的讲师吴淑美老师，欢迎兄姐会当来参加。第七，教会青年手作制作的面啊，要来义卖，义卖所得要将奉献做8月份底选队来使用，欢迎兄姐一同来支持选购。今日补充报告，这是要请敬拜乐团。大家平安，请那个上帝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感恩的微笑，学老上传敬拜的虔诚，从伫面前，阿门。一切敬畏上帝的人，拢得讲上帝名是值得咱学老的。哈利路亚！咱特别来唱歌，来吟诗，来学老对主，咱着对主唱歌，来，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听堂诗歌，学乐主为日心创造，将主奇妙创造，只是日头到大海，你看所做是好，万有景美丽个好海，哈利路亚。对头来，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听堂诗歌，学乐主为日心创造，将主奇妙创造，只是日头甲大海，你看所做是好，万有景美丽个好海。哈利路亚，欢喜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存做，了下心心感听，万有对主所的希望，一切创造万物，称赞上主的伟大，咱学了主吟诗，为你祝福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
情的对他吟诗而乐唱歌。阿门。哈利路亚。继续要来敬拜主，献好伊的圣灵伫咱内面彰显，献好伊的感动伫咱的内面，甲主三角面对面。我要献好耶和华。
暗时，称赞伊信息，你早是乐意的主啊！咱做伙来祈祷，将咱的心思意念沉眠伫上帝面前，伊的确要听有声无声的祈祷，咱心中意念伊拢辨明，咱来祈祷。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能够来见啊，来到上帝面前的，拢要有强调信心。这个信心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会咱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挂牛，为什么阮忧伤？为什么惊讶？拢交代给你，交托。我们怎样的回应？有点献宝会，你在一摆，这是阮，阮守节心清，互阮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欢喜，你望你啊，对咱，来着阮献上的，这是阮的诗歌，是阮对阮的心内面啊，献出对你的敬畏，对你的感谢，对你的尊重，哈利路亚。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心可靠的，阮只得用信心来继续信靠你，用顺服来欢喜你所一切的安排，信可顺服，信可顺服。等我告诉耶稣，当天隔壁的路，和电影要照亮我前途。我那尊主献祭，依旧冻在玻璃，心可顺服，主愿不杀离，心可顺服。以我命
这是无容易的功课，但是主求你，互我会晓学习信靠甲顺服。主是我好朋友，我通向伊祈求，我行天路伊上牵我手，主吩咐我遵守，一切替我成就，只要顺服主听我无煞，只靠顺服，伊我并无马路，若要你主你路，只要心靠顺服，主是最好朋友，我通向伊祈求，我行天路伊上牵我手，主吩咐我遵守，一切替我成就，请靠顺服主听我无煞，请靠顺服，伊我并无马路，若要你主你路，只得心靠不光两摆来，只靠顺服，伊我并无马路，若要你主你只得怎样？只得心靠顺服，只靠顺服，伊我并无马路，若要你主你路，只得心靠顺服。天父上帝，你会听甲阮同在。好天的时阵，出日头，有时阮会感觉赤夜。总是主你帮助阮，互阮知影，就是因为有日头，所以万物会通成长。互阮会晓伫顺服伫炎热的天气下面。寒天的时阵，阮会感觉寒到用要死去。总是主，你也帮助阮，就是因为遮尔凉冷、寒寒的天气，所以真侪病菌、病毒、细菌，因为安尼来死去，阮才得以免除真侪的病痛。主，阮为安尼来感谢你。你是主，是上帝，伫艰难的时刻。你永远是阮的保护，伫得胜欢喜的日子，阮也会通知影，是因为上帝帮助阮，是因为上帝互阮这口气，是天父你到伫如今也存留阮的活命，阮才得以存活。上帝，阮的天父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定定会晓有这款信靠。并且顺服的心志，阿门。继续引带阮，祝福阮会通伫任何环境内底，拢会晓相信上帝，你掌权直到永远，你掌权伫万项事顶面，你是天顶地下一切的主，你无迟到，你伫你的时刻。成就一切的美好，就继续引带阮，互阮伫信心内底看见上帝国的愿望，互阮伫信心内面活出上帝国儿女的权能，知影用圣洁甲主你同行，就伫所行的事上来见证上帝你的名。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Amen。同齐来上读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
我虽然行过四面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着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免。啊，这请坐。启用文。现在我来客我来客现在用和尚甲来上读。一篇第31篇，行为完全尊敬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便为有福。遵守伊法度，一心超找伊的，这个人便为有福。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伊的行为呢？是爱尊敬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赐我悟性，我就要遵守你的律法，搁要一心遵守。耶和华你的话安定伫天，直到永远。阿门。好，下面的时间，牧师来报告一下。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要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周报第4面，哥林多前书两段的经文，咱请同齐做伙来上读，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会明白逐样的奥秘，逐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互我会当刷山，却无有疼，我着算不得什么。见若管家的代志，当时无感觉快乐，反感觉受苦。后来却为迄个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传福音原无通夸口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无传福音，我就有好了。我若甘心做这个代志，就有赏赐；若无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然若是安尼，我的赏赐是啥物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阵，互人无开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总是我甘心做了正人的仆人。为着要讨得人，犹太人，我着做犹太人；为着要得犹太人，律法以下的人，我虽无伫律法以下，总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着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人，无律法的人，我就做无律法的人；为着要得到无律法的人，其实我伫上帝面前，毋是无律法。伫基督面前，正伫律法之下，用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着要得软弱的人，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怎样，总是要救一寡人。见若我所行的，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要甲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阿们。咱感谢上帝的疼痛，对咱教会出身伫这个后乡传道娘以及捌伫咱这个所在同齐做伙侍奉教会传道，因现此时伫东京中华基督教会服侍。感谢主，即届有机会倒转来咱台湾教会传道，因为服侍缘故，所以爱提早倒转去。
无有机会安排伊来分享因伫东京的服饰。今仔日咱感谢主乡团队娘伫咱当中要甲咱分享因伫迄个所在的一寡事奉，以及因对着上帝伫个事奉的过程当中的经历，咱所以真欢喜，会当互乡团队娘伫这个所在，甲咱三甲做伙敬拜上帝。咱热烈用掌声来欢迎咱的牧师团队娘，谢谢。兄弟姊妹平安。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上帝使用你。你敢有想过讲上帝使用你？可能你会讲我年岁足大，我无法度，无啥物能力会当互上帝使用。可能有的人是足骄傲，感觉讲我无要互上帝使用，我要为家己活。但是你敢有想过讲上帝就是要使用你？阮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主我们一起到教会当中，一起要来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的去知道说，上帝你要使用我们。主啊，你要使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学习紧紧的去抓住你，让你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也是能够亲自来回转向你的，让我们愿意听的话，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感谢上帝，今日伫牧师佮有教会邀请，会当来到遮甲大家分享。这是我头一遍用台语来分享，所以毋是足简单的代志，叫上帝的使用。这是阮即摆服侍教会伫东京，阮服侍教会其实是一个算拢是华人的教会，可能有大陆人、台湾人、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侨，也是讲香港人，拢足侪，足侪，但是拢是华人为主，但是嘛是有日本人。嘛是有日本人，也是讲华侨第2代、第3代，就是讲伊根本袂晓中文，敢若会晓日语的，所以会当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那是安怎会去遐呢？其实，我含齐伟是齐伟传的，可能有个人熟悉伊。阮其实是伫安乐信教会熟悉的，阮算安乐信教会嫁出去的查某囝。只是嫁较远，嫁到日本去。伫7年之前，阮结婚5年之前呢，上帝带阮去东京即个所在来服侍伊。其实到日本袂讲足远，因为足侪人应该知影，日本可能足好佚佗的一个所在，特别讲即马日票介低对无，所以足好佚佗的，大家拢想要去安尼。去日本差不多3点钟尔，但是去佚佗甲伫遐生活，真正是完全无共的。对阮来讲，真正是完全无共的。对齐伟来讲，伊可能因为细汉时阵伊伫日本住过几啊年的时间，伊可能是转去遐来。但是对我来讲呢，是完全一个无共的生活的体验。看起来敢足好，阮去日本一个足文明。足开发的一个所在，但是呢，真正是无简单的，因为阮经历着虽然5年的时间，阮有足大的3个改变。阮一开始呢是到横滨，就是Yokohama这个所在服侍，嘛是伫一个华人的教会。但是后来呢，2年以后，上帝就带领阮去东京，伫东京服侍迄当阵呢，因为咧换服侍的所在，所以呢，伫阮的生命也是讲，阮的算服侍顶管拢毋是遮稳定，所以阮其实经历过，算一个信仰的低潮。后来呢，阮到即马，阮即马住伫一个叫做大和市的所在，但是呢，阮服侍的所在共款是去东京，是去住甲较远，谁哪要住遮远呢？因为东京的厝税真正伤贵，伤贵啊，无法度负担。阮即摆住的所在，若到共款的大细的话，到东京差不多要3倍的钱，3倍的钱差不多换台票，差不多可能一个月要4、5万块的台票。
嘿，所以真正是足济的。对，所以阮即摆是住较远，但是去东京来服侍，所以才会改变顶悬啊。其实上帝带领阮足济变化，啊，一下变化顶悬的，阮真正足济学习，包括讲。当然，上重要的是文化嘛，文化是完全无共的。伫日本这个所在，大家拢知影，讲日语嘛，啊，日本人甲台湾的环境是完全无共的。阮囡仔转来台湾的时阵，我歹势要甲大家介绍，我有一个囡仔是4岁半的一个查囡仔，叫爱讲，用爱，一定后壁爱讲，嘿，对，伊转来台湾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几个伊的观察。阮讲足古锥的，譬如讲，伊讲，是安那涂骹有粪扫，我无想讲，伊安尼看，我家己嘛无算无即个没有这个体验，毋知影讲，伊安尼想这样。啊，譬如讲，骑奥多拜足欢喜的，但是伫日本是完全无奥多拜的，对，所以阮拢行路，坐电车，所以就是会无共。譬如讲倒粪扫，伫台湾倒粪扫，逐工拢会当倒嘛。差不多逐工都会当倒，可能拜三无尔。但是伫日本呢，一礼拜敢会当倒2遍，而且爱用伊个算塑胶碌啊、粪扫碌啊，才会当去倒。你若无用迄个粪扫碌啊，伊就袂甲你收走。所以足济文化无共，但是嘛足趣味的，因为遮无共，所以上帝互阮足济算互阮无共的体验吼。啊，过来就是讲，阮服侍顶悬，就是头拄仔讲的，足侪变化，而且变化顶悬其实足无简单的。所以每一个变化，对阮这个家庭来讲，这个宣告来讲，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但是阮感谢主一直来引带阮。过来是家庭顶悬嘛有一个变化。像那阮伫2021年的时阵搬到东京来住，东京遮贵，无可能住，无可能住伫遐嘛。因为伫2021年开始的时阵，阮含7位的妈妈做伙住，吼，遮就含伊做伙住，其实来服侍伊。像那讲呢，等下甲大家讲伫含伊妈妈即个互动顶悬，上帝互阮的无共的学习吼。我先来甲大家介绍，这是教会的环境。这是阮服侍教会，其实伊是一个50多年的建筑物啊，真老的一个建筑物。吼啊，入去内底是爱烫鞋啊的，伫日本就侪建筑物入去拢爱烫鞋啊。吼啊，上正手边迄张咧是厨房，就是伫遐煮爱宴的所在。这是2楼一个学习小组的空间。吼，这是3楼，3楼就是主要是会堂。就是阮的礼拜堂，过来是主日学教室，这是主日学教室。啊，大家咱看到讲，这个建筑内底其实是介老的，看会出来讲，迄个蹲式的马桶，差不多50年的历史啊，吼。所以，佫有一个算天花板啊、墙壁啊，其实拢足老的，吼。所以，其实阮伫安乐内底，吼，阮真正是上帝稳定。吼，真正上帝稳定，因为阮会当安尼吹冷气，伫遮来敬拜上帝，真正是介好的稳定。阮伫遐嘛，刚看有冷气哦，大家当看到3楼，刚看有冷气，有2台介细冷气吼。啊，但是迄冷气有那无的，所以7、8月份，即马呢，大家伫遐敬拜上帝，伫遐做礼拜的时阵，拢流汗。那气寒，那听牧师的讲道吼，所以其实我们真正有一个足好的环境。过来是主日学环境，他都有看到吼。主日学环境其实本地是一个无用的一个牧师馆的空间。啊，阮甲改个主日学环境，但是呢，迄个冷气嘛是歹的，差不多等1年，伫个4月份的时阵，阮遮总算教会。买换新的冷气，所以我带囡仔的时阵，热天真正就是流汗，啊寒天的时阵，恁知影日本介冷哦，真正是足冷，所以这个冷气若有若无的，所以无法度用黑，阮就用暖炉，可能你有听过暖炉、插电迄种的，但是插电的会跳电，因为老建筑嘛，所以哪跳电，敢若就是讲去那个变电箱顶用，啊，过来个跳电一边个用，所以一个下载了一直伫遐走来走去安尼。对，所以这个环境来讲是一个较老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嘛是感谢上帝，互阮安尼的环境。好，搁伫遮，
这嘛是教会。其实教会诶有到5楼到6楼，但是5楼6楼呢都无使用，差不多拢是即马看到即个相片，拢是较老的一个所在。因为即个教会建筑物本地伊是一个算是一个公司的培训中心，啊，教会甲买起来的，差不多伫个可能30万年前，教会甲买起来的。但是足稳定啦，因为伫个东京有法度有家己的建筑物的教会，真正是足少的。嘿，过来呢，到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头拄讲的，要甲大家讲，啥那借着就是讲，阮去东京看树的妈妈，做伙大的时阵呢，有一个无共的生活体验。倒边即个是树的妈妈，嘿，但是讲有个人熟悉伊，应该知影讲是坐轮椅。其实伊坐轮椅已经30多年的时间啦，所以伊家己一个人住伫日本，其实伊的生活是足需要人照顾的。所以呢，上帝带阮过去遐的时阵，阮感觉足感谢上帝。上帝正就讲阮来服侍伊，所以呢，妈妈愿意来忠心来服侍上帝。对，那但是阮知影讲，可能阮服侍伊。足侪时阵呢，就想要甲伊讲啊，你毋通去挖靠家己，吼，你爱挖靠上帝。足侪时阵，阮拢安尼甲伊讲，但是每一遍阮安尼甲伊讲的时阵呢，伊就愈离开上帝。啥那呢？伊会感觉讲，我30万年的时间拢挖靠家己，拢好势，你即马来甲我讲来挖靠上帝，哪有可能？但是呢，愈讲愈无效。但是我来用阮的行为来服侍伊。譬如讲，帮伊煮饭，帮伊洗身躯，帮伊做这所代志。啊，遮着遮行为的时阵呢，上帝就互伊有一个无共的看见，伊就感觉讲啊，上帝真正足爱伊的。遮即个时间，阮看咪做伙大1年外的时间，1年外的时间呢，起尾哇，各位上爱的孙仔。会当看咪做伙，所以感觉讲啊，上帝爱真正是看咪做伙的，所以真正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心里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到，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的。神很爱我们，本来说我们经历过这个服侍的这个转变，其实对我来讲，我嘛是足软弱的，感觉讲啊无法度，但是呢，上帝了就爱我们，借着我们去服侍妈妈，所以互阮有一个改变。啊，过来咧，遮手边即个相片，起尾的后壁，其实是我的妈妈。嘿，我的妈妈其实伫咧日本嘛是要30年的时间啊。甲起尾妈妈介像，阮其实是熟悉的时阵才发现讲，两个妈妈拢住伫日本，而且呢，因住伫同一个电车的线顶管。日本的电车遮侪线，但是上帝咧住了真正足奇妙的吼。阮住着真正伫同一个电车顶管。那上帝呢？互阮从旧年的时阵，阮搬到大河这个所在，其实就是看妈妈较近，看我的妈妈住较近。所以这嘛是足奇妙的代志。其实呢，我的妈妈是伫我差不多伫个国中的时阵，开始伫日本去日本做工课，而且住伫日本，所以看爸爸是分开的，算爸爸妈妈拢为日本啊、台湾安尼走来走去，所以其实我是足少的时间会当看妈妈，遮长的时间，差不多每一天可能拢会当看到伊。对国中开始就无即个机会啊，所以上帝嘛是奇妙，互我即个机会会当看妈妈重新去做伙，吼。其实呢，我现在信主，就是因为妈妈去到日本，吼，迄当阵就感觉讲啊。我做需要爱的，我要找人来爱我，所以伫迄当阵呢，我就熟悉着上帝。所以因为妈妈去日本，嘛是齐伟妈妈嘛是，因为伊拢伫日本，伊拢无法做照顾齐伟，所以阮两个呢，对阮来讲，日本其实毋是讲一个可能足欢喜去佚佗、足介意的所在。其实对阮来讲，其实一个伤痛，因为阮感觉讲想着日本，就想着讲啊，阮的妈妈无伫边啊来照顾我。即个爱无伫阮的边啊，所以上帝带阮去日本的时阵，其实我嘛是天人交战足久的时间。我感觉讲，我真正要顺服上帝嘛。但是真正去的时阵，上帝的爱真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好，过来呢，真的就是这个爱呢，阮用这个爱来对待阮的两个的妈妈的时阵，
温磊当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去日本宣教，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就是我们两个的妈妈。但是我妈妈今嘛呢，伊的心个赶快很硬，还无法度信主，所以嘛，请各位也当为伊来祈祷。但是伊是足灵动阮的信用的，对阮来讲，阮就是为生活顶管来见证上帝，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就这时阵呢，上帝呢，可能放我伤伫我的身上。譬如讲，我就是因为妈妈无伫身躯边，我才有法度来熟悉上帝。所以虽然即个可能一个是伤，但是呢，上帝互伊变做足美丽的。你知影伫日本啊，因要修理算破去的碗、破去的盘啊，因得用金子的代志是黄金金啊，对，用金来修理。所以用起嚟的时阵，哇，来比较水，而且。本地可能一个破，无啥物价值的物件，但是用起嚟以后，就变做就美丽的物件，而且那个价值是更超过的。所以上帝呢，苏永万我们的伤痛，他让我们变成了美丽。所以也是借着这个伤痛，上帝他让我们回到母亲的身边，登去妈妈的身躯边的时阵，我们来学习要安怎去爱我的母亲。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阮的经历，阮的经验是上帝足看重的。上帝可能会足侪时间、足侪机会来管教阮，但是阮敢有受教？阮足侪经历呢，其实是为可能开始。熟悉上帝开始，上帝就开始，互阮有这个经验，互阮经历，有当，互阮即卖当来服侍上帝。其实这是10年进前，大家看得出来嘛？10年进前，我伫倒位？10年进前，胶原蛋白就这时阵，敢看得出来我伫倒位？有啊，看得到齐伟伫倒位无？有啊，还有看到其他熟悉的人无？啥人？牧师文丽、孟纯，对，金月心，对。那个是大陆的童工，那是大陆的最后面那一个是大陆的童工，第7位后边，那是大陆的童工。这是10年进前呢，阮看教会，就是阮安乐新教会牧师带领我们到大陆来宣教。这是10年进前，阮无想到讲上帝那个时候就在装备我们。像那讲呢，虽然阮是去中国，但是阮即马服侍人，差不多有9成拢是中国人、大陆人。所以上帝足奇妙的，我嘛无想到讲，因为阮每一年安尼去，我会记我去4遍，为牧师。带领我们，我去4遍，每一年都去。去的时间呢，阮才有法度讲了解，遮中国的弟兄姐妹，因伫遐信仰的环境是安那的。因可能是足善假的，但是呢，因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富有。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上帝的真正的阮即马服侍的弟兄姐妹嘛是安尼，他们好不容易可能有开寡钱来到日本来生活，对于来讲是移民，但是其实就不简单的，因为他们经济不允许。可是他们在信仰上面非常非常的渴望上帝，所以借着这些很多年的服事，上帝就开启我们的境界，互阮知影讲上帝互阮遮的经历东西都不是白费的，而且他很看重我们。这个是我们在云南的服事，看牧师还去把采茶，这个采茶呢是底下的囡仔他们都要做的事情。很多孩子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每一年去，对我来讲都是很感动的。那些的孩子呢，他们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读书的。对，因为他们可能有一胎化的政策，所以跟他套一个当去读册，后边都没当读册，不要读册就去做工课，但做工课可能做几工的工课，采茶叶、挽地叶。挽几工，但是可能一工可能差不多人民票差不多10块，敢是就少的，会跌了就少的，对。所以这个经验对阮来讲很震撼，但是阮就讲会当来了解这个兄弟姊妹因是安那的生活。
所以上帝呢嘛开启我们，让我们开创了一个叫做福音团契。我记得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一起前年底的时候，我们开始的这个福音团契。团契的事工呢，主要的是讲，因为就这人来甲当家来留学。特别是中国的弟兄姐妹，嘛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另外嘛有台湾的姐妹，但是呢，因为找一个信仰的环境无，嘛有可能是他们根本不认识主，所以借着这个福音团契的事工，邀请他们来一起吃饭，一起读圣经，甚至齐伟呢教因日语，因为齐伟带过日本的经验嘛，所以日语介好，所以教因日语，所以对因来讲，哇，真好一个当做伙的所在。因为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所在，所以无法度融入，足紧的融入日本的社会、日本的生活，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哇，上帝了，福音就欢喜伫内底。所以这福音团契呢，为前年底开始到今嘛，其实也好几个收割的了。感谢主，真有一些人是到遐才听过上帝是啥物，上帝是啥物人，所以感谢主使用阮，这倒手柄呢是齐伟即卖的样子，甲10年前无啥共即卖了一个欧吉桑，无共他这个是福音团契煮饭煮的，伊可能看一个穿迄个围裙，煮饭煮的啊。然后呢，开始聚会时间了，就开始弹吉他、司琴，带我们敬拜上美。所以呢，借由这样的服事，上帝真的是也是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经历，让我们去服侍他们，让这些人得到他们很美很美的祝福。这个是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服事嘛是。我进前伫安乐的时阵，每一年阮出去中国来宣教的时阵，拢是伫儿童的服事嘛。而且是我嘛是有伫个儿童主学服侍，所以上帝用这的经历呢，真正是互我伫遐开始一个这个事工，像那种讲开始呢，因为阮去的时阵是无儿童主日学，所以呢爱讲拢是坐伫我边啊，那好那做会主会安尼，对，所以是无讲介简单的一个过程，但是上帝即马足祝福的吼。以后足侪囡仔，几个囡仔，可能无讲介济啦。对安乐来讲，阮差不多可能10个以内尔吼。但是有遮个囡仔会当看爱讲，会当做伙有一个信用的环境，好，那我们可以一起用圣经学圣经来建造孩子的信仰，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恩典的。我们也很感恩过去在安乐的这个服事的经历。对齐伟来讲嘛是，齐伟常常来讲啊，感谢主，静静的安乐加实习培训的时阵，感谢主有加学习有这些得着，所以现在可以拿来做服事。这是阮圣诞节的时阵，圣诞节的时候，小朋友做小天使啊，一起唱诗歌，然后我们主日学上课的情形。那小朋友们伊嘛做回来变扫教会，因为教会是2礼拜啊，所有兄弟姊妹留落来做回来变扫，所以小朋友嘛是做回来服侍，再来是上帝嘛用阮足特别的经验，就是讲，因为我是有新的时阵，5个月有新的时阵去到日本。所以对我来讲呢，足侪唔知影，对日本的这个育儿环境，足侪拢唔知影，唔知无熟悉。所以呢，足侪摸索。但是呢，因为这个经验，即马呢，就是讲阮教会有姊妹，伊即马有心准备要生囡仔，所以就会当来甲分享讲要安怎来照顾囡仔譬如讲要安怎经啥物母婴用品。所以夏秋萍这相片呢，就是讲阮陪伊去母婴用品店，因顶管拢算摸一个翁啊，其实是假的娃娃，但是差不多是新生儿的体重，所以你会当拍起来，看卖讲用倒一个背带，你拍起来较舒服，这是日本的特色哈。所以我们就陪他底下选购，对，所以这些经验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包括这个姐妹结婚的时候，爱讲也是做她的小花童，好，德秋饼这个是爱讲小花童的橡皮哈。对，所以这个经验无想到讲没想到我自己刚到日本的时候，其实是介无适应。因为有新去，所以文化环境就侪拢无适应的。但是这个无适应，竟然上帝当今嘛，互我真做别人的祝福。个人是搬家，伫日本呢，就侪学生需要搬家。
像那呢？因为可能他们结束他们语言学校，就得人是去学语言，可能半年一年，学了以后呢，伊就搬去考一个大学，还是讲做一个工课，伊就搬厝。吼，所以足侪机会需要搬厝。但上帝互启伟呢，足奇妙的，就是讲伊正正伫台湾的时阵，因为我头拄有讲，伊甲妈妈其实是无做伙，伊自细汉到即马差不多40年的时间，甲妈妈带做伙差不多3年的时间尔。所以其他的时间呢，足侪无共的人咧照顾伊。譬如讲，伊的舅舅、舅妈、阿嬷，可能保姆，足侪无共的人。所以差不多18、19岁的时阵，伊就家己搬出来。但是呢，迄当阵可能开始做工课，经济拢无遮好的，所以足侪搬厝的经验。吼，遮的经验呢，无受到讲即马会当真做兄弟姊妹的祝福。所以上帝就奇妙的，伊就知影讲搬厝，啥物莫搬，啥物爱搬，啊啥物爱买，啥物莫买，啊啥物先藏入去，啥物莫藏，啊搁会洗车，伊就足够洗车嘛，所以伊就去租一个，这是租的车，租一个小发财，就帮兄弟姊妹来搬家，所以定了这个经验，但是对伊来讲啊，伊即马汉草嘛足好嘛，所以完全无问题哈。对伊来讲，对阮来讲，阮感觉啊，都是上帝互阮一个足好的服侍机会，吼。所以我们能不够把握，我给他们8个阿公，每一个上帝互阮的经历、经验，互来服侍上帝。过来是教会内底，我头拄有讲，这是一个盖老的教会嘛，所以足侪空间是需要整理的。这是一个废弃足久的空间，其实有一个桌球室，本来是一个桌球室的空间，但是即马呢，变做讲堆很多的东西杂物。那启伟啊嘛是。一直咧跟教会底下沟通，所以后来呢，终于我们把这些废弃物处理掉。恁知影伫台湾蛋本社盖好嘛，可以当摕钱对无？但是伫日本蛋本社爱付钱，遮全部的本社淡的叫人来估价，啊付出去的钱差不多20多万的礼票。所以是介济钱，这可能这是台湾的当摕到20多万嘛，冇可能。对，所以上帝呢，互伊。互启伟有淡薄洁癖，伊看到教会遮个空间，伊就感觉讲吼，一定要整理而好，因为这是上帝的圣殿，我们要很漂亮的维持，所以上帝就让他有这个看见去做一个整理。那左上角其实是木头。那个是放了很久的，可能有一棵树倒在教会的前面，然后呢，因为那个车子塞不下，因为修多啊。大型垃圾车子塞不下，所以他就用那个锯子把它锯开来，好，然后再锯了很久，可能有半小时以上吧，然后再把这些垃圾全部一起处理掉。借着这些很小的服事，借着上帝的管教，可能很多时候我的感觉讲就痛苦诶。我们知影这经验，上帝要互我学啥物，但是呢，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就谦卑阮家己来互上帝来管教。好，在管家顶管的，那阮家己会当得到益处，我嘛帮助讲软弱的人会当社会来得到益处。过来呢，这是阮住的所在，这是伫本大的所在，吼，就是即马大河住的所在。这个所在看起来介水，感谢主，因为上帝互阮一个独立的空间，因为有一点服侍需要，可能需要放册，然后放。书桌足侪物件，所以本地伫市尾妈妈迄个所在是无法度个住的，因为本地阮3个人是住一个差不多4平的一个房间安尼啦，对，所以遮个物件全部拢无法度放入去，所以后来阮就祈祷，然后搬到阮妈妈的附近，吼，会当这个所在，但这个所在虽然嘛无讲介大，差不多换算台湾的房子，阮算一个差不多13平。13平，差不多13平的空间而已，所以它不大，但是不大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恩典够用。好，那我们也觉得很感谢主有这样一个自己可以负担的地方，因为日本在租厝其实是无简单的，租一个厝差不多要付半年的厝税，迄半年的厝税是无法度摕回来的。所以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但是上帝对我足稳定的，因互我这半年的厝税拢无付出去，嘿。启伟去找到一个所在是算日本的国宅，吼国宅，所以是拢遮半个厝税拢省起来，拢无付出去。所以上帝对阮介好，吼，互阮一个所在，那嘛很够用，
但是回来台湾，我们才知道，回来台湾真正介好。我回来台湾时阵，住伫我的后头厝。那爱讲呢，伫我老的后厝底下走。他说：“妈妈，你看，1、2、3这样子，也开始找，底下找。伫日本是完全无法度找的。而且伫台湾的，伊会讲妈妈，你即马伫倒位？我找无你。但是伫日本的完全无死角，所以拢知影妈妈，一直咧妈妈，一定叫我，一直看到我吼。所以我在比较之下，我们就知道啊，虽然这个经历是。”可能比较在台湾无公家很厚，但是我们很知足，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很棒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些经历呢，怎么样让上帝来使用？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我知呀。阿们，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每一个经历，不管我们底下下面的境况顶管，我们都可以知道，神真的就是加给我们力量的，让我们可以去适应每一个状况，让我们知道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凡事都能做。这个是我们在日本爱讲的日本开始读册啊，已经嘛读中班。但其实读册的时阵，其实嘛就这需要，比如讲入学金一遍可能爱入票爱10几万啊，所以就这无共的需要。但是呢，上帝真正是借着爱玩的兄弟姊妹呢，他供应我们。像阮呢，伫咧港口的时阵，安乐新教会，佮伫。像旗尾进行伫台湾服侍的教会，伫屏东的方教士教会，嘛是拢伫咧这样阮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所以上帝真的是看顾我们所有的需要。那我们也学习伫咧每一个状况顶管，阮拢足知足的。过来第三个部分是阮的装备，我们的装备，你知影你的装备是为着向来用吗？是为着家己吗？是为了家己得到荣耀吗？还是为着上帝？其实上帝带领啊，起尾去到升学的时阵，差不多伫迄个时阵，我才熟悉的。所以其实我无想过讲，我有一天会做师母，传到你有这个角色。我个会记，阮瑞兰师母甲我问过，阮结婚无偌久的时阵，甲我问过，讲你真正准备好要做师母啊吗？这个话我甲今嘛可能搁咧学，这个话是啥物意思呢？无简单的一个角色哈。但是每一个装备，真正拢是上帝他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来荣耀他。今嘛呢，阮伫教会内底有一个查经班的服侍，倒手边一个是一个查经班的服侍，伊是线上的，所以这个线上毋若造就伫教会的人。而且呢，即马阁有为台湾上线，为印尼上线，阁有为大陆上线，无共所在上线的。差不多即马查经班，阮每礼拜5，若是兄弟姊妹要上线嘛是会使吼。每礼拜5有即个查经吼，差不多即马拢有要30个人，像。算顶礼拜5了，差不多26个人，所以上帝就祝福的，他也给齐伟这个装备，让弟兄姐妹可以在信仰上面有真道上面有追求有得着，这是就重要一个代志。那我们也都是战战兢兢的求神来使用我们，所以就这兄姊妹可能会讲吼。咁诶，恁伫日本啊，介好啊，会当世界到处行行的啊，走走的啊，世界耍。我会当讲真正是无即个时间会当去，因为真正是介无用的吼。来，这是阮无共的服侍，这是一个新春的感恩餐会。因为伫日本过的新年，甲台湾是无共的嘛。台湾过的是旧历，但是日本过的是新历，所以伫。拢伫外地生活的兄弟姊妹来讲啊，旧历过年要安怎呢？所以阮就想过讲啊，做伙来一个感恩餐会，一家一道菜，所以就足侪兄弟姊妹做伙来。其实阮是用福音团契的时间，因为阮想要照顾讲，伊是家己一个人来福音团契，来到日本生活的这些人。但是呢，教会足侪兄弟姊妹听到讲啊，阮嘛做伙来吧，阮全家做伙来服侍吧。所以阮有足好的服侍伫遐做伙。一起做饺子，
吼，饺子是第6个兄弟姊妹做的，因为阮知影伫台湾可能行2步路咧，当去食水饺啊，所以毋免家己做。所以第6个兄弟姊妹呢，伊拢是家己做的，吼。那所以有很美好的交通，吼。过来是去年甲今年呢，阮办2遍的新朋友欢迎会。因为呢，上帝足祝福即个教会的。自从阮开始服侍以后呢，上帝足侪人入来，差不多教会即马差不多70个人。吼，本来阮去的时阵可能30外、40外个人，吼，所以足侪新朋友入来，所以阮就办2遍的新朋友的欢迎会。过来是圣诞晚会，阮开始服侍的时阵，即个教会讲啊，阮较早从来没有过圣诞晚会，所以我们就为教会办了圣诞晚会。大家当看到齐伟底下跳舞嘛，吼，以主持跳舞的每一个服侍拢倾心来做，所以感谢主哈，使用我们这个器皿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的装备呢，是不是为了上帝来用的？那怎么用呢？我们像怎么样的人，他都要阮读的这个经文，我们用什么的人，阮就做什么的人吼。所以无共的兄弟姊妹，阮就做无共的代志。譬如讲，我们也有一个福音的行动，这是除了伫教会内底算就这华人的兄弟姊妹以外，我们也出去关心日本人。好，这个日本人呢，中间那个白色长衣服那个阿嬷，那个欧巴酱哈，他是独居的一个老人，他不信主。那刚好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姊妹熟悉伊，哈，那我就去关心伊。所以关心几啊遍的时阵，因为就算爱讲，有一个囡仔伫遐会当陪伴伊，伊就感觉讲啊，伊的心真正是足欢喜的，伊就定期待讲啊，当时佮要来，当时佮要来安尼。对，所以借着这个福音行动，阮甲讲啊，上帝就是迄个爱，啥那阮愿意来关心你，是因为上帝是爱。好，所以对于来讲啊，他寂寞的生活有了一个人来关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服事。过来是我们在复活的时阵，我们就去发彩蛋。我知影发彩蛋，个人伫安乐来讲，已经是每几年差不多拢有一定会做的代志哈。可能有一点还在想，还没有新的创意、新的东西进来了。但是呢，对这个教会，我对阮即马服侍教会来讲是头一遍。头一遍有这个服侍，所以阮的这会底下把的那个鸡蛋啊、壳啊、装模啊一起服侍，然后一起出去发彩蛋跟福音单张。这个机会顶管呢，哦，上帝嘛就奇妙的，因为日本人吼，你甲讲福音无讲介简单，好，因为他们是无神或者是说多神论。因为伊看到啥物庙拢你去拜拜嘛，神社拢你去拜，但是伊就甲你讲我啥物都无相信，我敢来信家己。好，所以这传福音的经验，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伊可能也跟你讲，他可能会质疑你，你是要创啥的，我不爱去，好会拒绝你。可是上帝也借着小孩子的服侍，因为囡仔这会，所以伊就较欢喜讲啊，多谢你安尼。所以借着这个服侍，我们也有机会去跟日本人来传福音。过来是，我嘛邀请弟兄姐妹、福音团契的弟兄姐妹哈，一起到我们的家里面来，我们就煮这个台湾料理给他们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福音的行动。感谢主，借着这些很多很棒的福音的行动，上帝就是帮助我们、装备我们，也在造就我们。过来有一个机会嘛，甲兄弟姐妹来分享专业的服事是安怎讲咧？就是上帝互我伫日本这个所在，因为我本地学的是心理学。我伫台湾的时间，伫安乐聚会的时间，其实我一直是做心理相关的工课。那到日本以后呢，我无想到讲啊，上帝互我这个机会，一个台湾的学校，就是阮台湾家己办的学校吼，来邀请我讲啊，拄好有囡仔有这个需要，伊伫心理顶悬，可能伊的有的囡仔是过动症，有的是讲到日本无讲介适应。啊！你敢袂当来关心伊，来服侍伊，所以上帝就互我这个机会讲啊，去服侍这个囡仔。因为我家己嘛是安尼过去，所以我嘛有一个适应过程。我就知影讲伫遐生活无简单，所以上帝用我的经验，用我过去，伊互我的装备，来服侍这个囡仔。所以对我来讲啊，上帝足奇妙的，他在每一个地方都来装备我们，服侍我们。上后呢？
阮会当看到讲，这是我头拄讲的，阮福音团契陆续结出的果子来。中间左边中间这个弟兄，就是他在因为福音团契信主受洗，然后右边这个弟兄，就是手上拿了一坨黑黑的，大家知影讲顶管迄乌乌是啥物？看会出来吗？乌乌迄丸是啥物物件？看会出来吗？乌乌迄丸。海苔，不是海苔，就乌一丸，乌的，这是啥物件？看会出来吗？海菜，不是。看会出来吼，这是背出来怎样呢？安尼看会出来吗？背出来怎样呢？对，海胆乌泥，海胆。嘿，这个弟兄呢，伊下晡的时阵，迄个阮福音团契拢拜六下嘛，伊拜六下晡的，伊就牵另外一个弟兄，伊做伙去海边啊，刚好差不多4、5月份吧，海边啊足侪海胆的，因就去就侪转来，啊，然后咧，去到教会去，就一个安尼背。背完之后会分享，吼，但阮知影讲海胆乌泥其实介贵吧，吼，一点点嘛就介贵，但是这拢是恩典，完全免钱，但是背过程其实介麻烦。嘉秋明这个弟兄呢，伊是到日本，伊的朋友带去教会，伊才头一遍听到讲上帝。啊，对伊来讲呢，无简单，因为伊本地是咧中国，伊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伊是介有钱的人，算好野人。所以，你知影好野人要信主不简单吧？圣经嘛，你跟我讲。但是呢，上帝让他在异地开始听到信仰，开始因为头一遍开始来福音团契以后呢，隔顿刚礼拜嘛来，后来拢无停。伊为去年的可能10月份来到日本的，去年10月份到即马都无停。除了伊转去伊的厝，转去中国，伊是一个大陆的。兄弟吼，等去中国，因为伊的太太家己的囡仔搁伫中国，伊为着讲要互因的太太囡仔想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伊先到日本去学一个日语，啊，搁有为伊有比即个所在的环境，吼，来接伊的太太搁有囡仔过来。所以为头一遍开始去的时阵，伊都无停，伊就一直伫遐，因为伊听到上帝，伊就感觉讲他要紧抓住上帝。他完全不想丧失任何可以听到圣经、听到上帝的机会啊！我会记讲，阮较市委，因为每一遍拜六的时阵啊，阮爱就是讲爱开足远的车，为大河到东京嘛，其实差不多要1点外钟的车，好，差不多可能为暗路开到屏东，差不多吧。屏东房角石教会差不多这样的距离，差不多屏科大差不多这样的距离哈，所以是介远的。一个距离，我会记迄下晡呢，有一个下晡吼，我甲市委开车要过，因为我准备这个食材要煮饭，我感觉足紧张，我爱紧去用，所以足着急的，足着急的。看市委就伫车顶的时阵，两个开始冤家，讲你敢会当较紧呢？啊，市委就讲你是咧赶紧啥，搁下户好无？吼，阮两个人要冤家啊，囡仔嘛伫边啊，好对，即摆想到真正是介亏欠的一件代志，囡仔嘛伫边啊，听到爸爸妈妈就很紧张，很紧绷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吵架这样，到回时阵真正记得啊。然后我那时候服侍的时候，我心里就很不愿意，我心里就很多的抱怨了。我就想讲，我你看，我甲你讲吧，叫你较早出门你都无爱，你就遐拖到即马袂赴啊！我等下搁要教更勤，搁要煮饭，啊，可能囡仔搁来烦一个闹一个，所以就感觉就这代志的时阵啊。干嘛心里这个负担就很重，但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做好饭，福音团契开始吃饭，吃饭完分享的时候，这个弟兄呢，不信主的弟兄，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不仅经觉志相信上帝，底下呢，他决定要受洗，在我们下一次的时间他就要受洗。那为什么会这样？他看到我跟齐伟的服侍，他觉得很感动，他觉得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阿们，我们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这不是在称赞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就是这么小，加谁的一个器皿，和上帝来使用。
上帝就是使用我们在这么小的事，前一秒我们还在吵架，后一秒他却说，借着我们的服事，他看到上帝。所以上帝也帮助我们，也恢复我们，借着我们服侍他，我们夫妻俩就是彼此认错，在上帝里面的悔改，在阿公被按他调整，被他用雄厚上帝给我们的装备重新来服侍上帝。所以感谢上帝这么美丽的服侍，要不是我们能够坚持住起初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无法度坚持下去。所以在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中嘛是安尼，上帝使用阮的生命，阮来祝福来别人。吼，上帝用阮的困难，用阮的挑战，吼，互阮来学习阮的信心，佮有我们安那顺服上帝。上帝用阮全部的人，吼，为上帝福音来打这个美好的仗。所以，我们愿不愿意让上帝使用我们？好，感谢主。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来，亲爱兄弟姊妹，咱感谢主的恩典吼。我毋知影咱听了有啥物款的感觉感受。有过来点嘛吼，我干那讲2点就好。你请坐，你请坐。只有2件事情，第一项代志吼，就是咱拢感觉咱住的所在足细对无？咱因13坪吼，就会当接待兄弟姊妹，佮接待1、22个人呢。你佮讲恁兜伤细吼，我咧讲恁兜足大的，恁兜了人的2倍咧，你啊，对。所以咱若愿意，上帝就会当录用咱。佮再来，咱嘛了解一项代志，就是伫咱服侍的过程哦，咱有的时阵，就像摊拄只吼，遐个团队娘所甲咱分享的，伫即当中。前1刻钟尔吼，对于厝人来吼，伫路人搁咧冤家咧吼，但是来到即个所在的时阵吼，伫教会内底是安怎，心内底嘛安怎，哦，足毋愿的啦吼，毋过爱服侍无？你嘛是爱甲服侍落，你莫讲吼，上帝我欢喜的时阵，我即要服侍，无愿意的时阵，我就毋爱服侍。上帝毋是看你伫迄个时阵，但是咱若坚持落去的时阵，上帝就安怎，就悦纳，哦，上帝就悦纳。圣经内底真侪人吼，拢无啥愿意互上帝录用啦。摩西更无爱互上帝录用啦。伫即个啥物，扫罗嘛无啥愿意互上帝录用。总是上帝安怎？伫迄个咱坚持落去的时阵，上帝就欢喜。通过伫迄款真无容易的环境，但是上帝就用咱做美好的见证。咱即时3甲做来同齐来起立，咱同齐站起来。牧师邀请咱各位吼，咱所敬爱小雅团队娘，因伫日本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服侍，伊也是咱像伊所甲咱分享的，伊是咱教会嫁出去的查某囝，只是嫁了有了较远一丝啦尔嘿。总是咱为祈祷，为因祝福，为着爱情，为着教会团队来祈祷。上帝亲自纪念因伫远远的所在，因伫迄个所在，犹原得到上帝足足的快乐甲恩典。也为着这个家庭来服侍，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为着中华基督教会伫主的面前祈祷，或者个教会会通带出更较大的关联，带出更较侪的祝福。互上帝借着向团队娘、甲教会团队、甲爱将因一家的服侍，会通伫日本这个所在见证主的名，为主来发光。咱3个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甲阮同在。你要亲自赏赐伫其中，继续保守因带阮。独你是上帝，你是阮的主，你的确要伫这一切事上施恩赐福，来听从照顾。祝福阮会通3甲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的丰盛。阮今日听到小雅团队娘伊伫这个所在的服侍，也听到伊甲教会团队，并且伫这当中甲爱将伫这个家庭内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所在，总是主你福音有大大的能力甲权柄，
因为因有愿意做的心，上帝你就亲自赏赐纪念因手中所做一切美好的工。你甲阮同在，你引带阮，你保守，你看顾，你有一切拢会当真侪美好。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甲听通，为着这个家庭，为着东京中华基督教会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上帝啊，是通过你伫阮身上的引带，你伫阮身上的训练，互阮所行过的路，拢会通真侪正人的祝福。是因为你伫阮的身上所成就的，要继续使阮人民帮助阮。主，你甲阮放伫任何倒一个所在，迄个所在，阮就会当因为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主你所加添，互阮的关联。阮伫迄个所在，甲主同行，为主发光，为主来活，真侪上主你欢喜的荣耀。阮上赞归乎你，愿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引带阮，祝福阮，路用阮。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兄弟，请坐。感谢主，因为伊要亲自路用咱。咱仰望伫主的面前，虽然伫进前的时阵，咱7月2日吼，才有一届的募款，总是咱也伫主的面前仰望上帝，继续使用帮助咱。即使咱也是有感动，为着向传道娘因一家奉献，也欢迎咱大家为因来奉献。咱即时要来介绍咱的新朋友。首先，咱欢迎陈美豆姊妹，是秀珠姊妹伊的朋友吼，咱欢迎美豆姐，感谢主，真欢迎你。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吼，感谢主，请坐。咱等下会后的时阵，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吼，煮饭咖啡的所在，三甲做伙也有更较侪的交通甲分享。第二部分，等下的时阵，咱散会了后，咱会出去到伫外口。咱来小约进来一下来，小约，亲爱的小约，这是咱的小约哦，这是这个什么人叶，对啦，文琪甲迄个玉成吼，伊的迄个查某囝，第二查某囝，是叶爸爸和叶妈妈的孙啊。讲到这个孙，因两个拢喙笑目笑，你无看伫啊？笑甲喙拢未暗去呢，所以用喙暗来暗嘿。伊有做一寡吼，即个义卖玩偶伫外口非常的精美就是为着咱即届后礼拜的时阵吼，后礼拜要去即个屏东西仔乡的所在做义卖，所以欢迎兄弟姊妹，等下散会了会当去甲伊选买。咱搁再即个感谢小约，谢谢，来请来做，谢谢。咱即时要三甲做来感谢主今仔日是爸节啦吼。咱古早人定讲毋是古早人即摆人讲一句妈妈节就去吃龙虾啦，爸节就只剩下一个人在家啦，嘿，对啦吼。所以咱的爸爸介可怜啦实在是有影总是无论安怎样上帝亲自帮助咱为着咱所有敬爱的爸爸啦吼。伫这个所在，所以有爸爸的日子你看讲爱讲甲爸爸起话嘛是安尼，通过真水的连结伊也伫迄个所在带囡仔做伙去。讲详细话吗？喂，有啊，谢谢。所以伫这当中嘛，是会当继续做美好的事奉。安尼起话做爸爸你虽然安尼伫迄个所在真辛苦的事奉，总是伊不但是。这个爱讲的爸爸，伊嘛是教会爸爸。你看讲伊安尼伫个所在，人庆祝圣诞节的时阵嘛，汉草真好，徛伫迄个所在照顾这个教会，服侍这个教会。教会有特别感谢咱所有这敬爱的爸爸所以咱今仔日准备淡薄淡薄尔，真正是淡薄尔无量个啦，歹势所以请咱。每一位只要是结婚的拢算爸爸啦只要结婚过拢算爸爸来，拜托你站起来就好请你站起来一下，来，谢谢。好，来，咱拜托咱的迄个服侍人员同工来，咱这亲爱爸爸来，拢徛来头前好无咱徛来头前，谢谢。咱来徛来头前，来
来，咱请亲爱爸爸来头前，来，全叔叔来，拜托，谢谢。啥物？好来，来，这样来，来，全叔叔两片往后，谢谢。OK， 来，咱请现场所有爸爸只要你结婚了都一起上来好不好？好，来，谢谢。无输牛嘞。来，爸爸你来啦，我请秀慈姐一位啦，请秀慈姐一位啦。爸爸你来啦，爸爸你来啦，爸爸，林爸爸来，拜托你来来。还有二来 ，OK 来。感谢主，二来，然后来嘿，摕好好来，谢谢来，拢有摕到摕2份不要紧莫摕3份谢谢来，来第二关，1、2、3，感谢主，好再张，好谢谢，感谢主，多谢，谢谢。感谢主的恩典亲爱的爸爸无法度食到龙虾啦会当食到白虾啦。上帝亲自赐恩伫咱的身上，这是咱要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每一届的奉献，拢是对上帝听从的回应。咱伫主的面前，若是愿意，主也欢喜悦纳。圣经应允咱每一届的奉献，出自诚心。感谢上帝对咱的听从，也互咱伫圣工的顶面三甲做伙有份，唯愿咱伫主面前继续来行伊所欢喜的。咱这是三甲做起立，同齐来奉献。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听通诗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上主奇妙创造，星星日头甲大海，你看所做是好，万有叫美丽个好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表现信心甲听，万有对主所的希望，一切受造万有。称赞上主极伟大，咱学了主吟诗，为耶稣好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
主唱歌，哈利路亚。愿全能的主上帝纪念你手中一切美好的良善，佮愿上帝亲自用伊权能、恩典、慈爱，启示伫你的心中，互你明白主的旨意，互你顺从主的旨意，互你行伫主的旨意内面，互你的日子因为对主来行，充满伊的和乐、阳光、富足，以及伫基督内底所有一切的丰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